镜周刊报道，荧光幕前搞笑扮丑、不计形象演出的小甜甜，总能带给观众欢笑；荧光幕后的小甜甜，却因宛如8点档连续剧的人生经历，倍尝艰辛。她遭父母弃养，由阿公阿嬷带大，因为穷困，从不敢开口要什么。但如今她靠在演艺圈拼搏，并且懂得理财，把钱锁起来，因此成为有房又有车的小富婆。从小我就知道我的世界跟别人不一样，出生就被父母遗弃，由阿公阿嬷一手拉拔带大。小甜甜回忆小学的片段，当16、70岁的阿公帮忙顾工厂，阿嬷做家庭代工，所以放学后我得赶回家帮阿嬷做代工。超羡慕班上同学都能开心玩躲避球。他想起有一次同学封定型心仪，我真的好想要，但没有钱，单子拿在手上写不下去。延伸阅读，